各位的兄弟姊妹平安，感谢主，咱阁来到另外一个新的主日，咱伫梦顶三甲来敬拜咱的上帝，咱的主，求圣灵来带领帮赞，这着今仔日的信息，互咱明白这个教会的成立，初期教会的成立，甲咱今仔日教会应该做的是啥物？求主带领，因为咱是属于上帝的行梨，咱活伫这个世上啊，有一件叫世间人是相同的，有一件代志是咱无叫世人相同的。有相同的，就是咱信主了后，咱仍然活伫这个黑暗、罪恶的世界，倒在倒难的世代当中，咱同样会拄着这问题，亲像这个 COVID-19， 真侪信主的人也是会得着，毋是咱信主咯，咱就袂得着咯，因为咱同样是也阁徛伫这个罪恶倒在倒难的世界当中。所无同的就是上帝应允咱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咱伫苦难当中的日子上帝无离开咱，上帝甲咱同在，因为伊是以马内利，主的是以马内利伊伫咱困难的时阵安慰咱，圣灵来帮赞咱。主耶稣对死来个话，坐伫天顶上帝爸的正手为咱祈祷，所以咱通安心。咱伫世上这至渐至苦的跩问题，有一日要过去，听候咱的是迄个荣耀的日子。感谢主的恩典，咱三甲阿头。亲爱的主，阮将今仔日的信息交托伫你的手中，求你的圣灵来带领、来感动讲的人、甲听的人，互阮对你这信息当中得到属灵的造就，互阮搁较知影，阮活伫这个世上，伫这个末世的世代当中，应该有啥物款的责任甲本分，求上帝来带领、来帮助阮，祝福阮今仔日的信息叫崇拜，祈祷奉耶稣的名，阿门。
各位的兄弟姊妹平安。咱今仔日这个圣日所要传讲的信息题目是圣灵的降临，甲教会的开始，教会的成立。咱要借着《使徒行传》第2章第1节到21节这段经文，来讲到初期教会的代志。下礼拜咱会阁继续上这个题目的其他的代志。咱今仔的信息的中心思想啊，这个主旨就是中心思想，就是教会的诞生是来自上帝创造性的行动。什么呢？就是上帝借着圣灵浇灌伫信徒的心内，也是心顶来建立这个教会。那么，咱的应用的内容呢，就是咱知每一个基督徒是依靠圣灵来得到这个圣灵呢，来互咱有一个新的生命。这样亲像咱来依靠圣灵啊，互这个教会活耀咱地方教会每一间教会相同。当咱咧考虑教会的成长的策略的时阵，亲像教会要怎样增长啊？教会要怎样对怀来访问的，还是一家visitors 一信徒来整合，甲因来整合的一家技术啊？还是对教会有啥物计划，有啥物计划，还是关于教会的这个预算的问题、钱财的应用的问题，等等。那么，咱若看初期教会啊，咱就会记得，第一间教会啊，就是新约的第一间教会的成立啊，毋是通过人真巧妙的一家策略，或者是技术来创立教会，乃是通过什么呢？通过神的圣灵神的灵的行动来创建这个教会。所以伫其中呢，当咱咧研究咧传讲这段信息的时阵啊，有真侪互咱教会值得咱学习的榜样。咱要头先讲的关于圣灵降临甲教会的开始，就是圣灵降临的一家景象，一家情形啊。咱要先对《使徒行传》第2章第1节到第4节这段经文讲起。圣经是安尼讲：当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伫这个所在，忽然对天顶有声音落来，亲像一阵的大风吹下过，充满了因所坐的厝。第3节，又阁有一鸭一头，亲像黑焰显现出来，分开落伫因逐个人的头顶。第4节，因就被圣灵充满了，按照圣灵所想出的口才，讲起了别国的话。那么，直到讲到五旬节Pentecost 英文的圣经，什么意思呢？就是50日
五旬节是啥物意思呢？就是这个逾越节啊，犹太人真重要的一个逾越节。啥物叫做逾越节呢？逾越节就是越节 Passover， 是讲到旧约以色列百姓伫埃及要离开迄个做奴才的所在埃及要离开上帝叫摩西来带领以色列人离开。要离开的时节因逐个人伫房呢，伫因厝内面外面有抹这个羊的血，然后到12点的时节天使经过经过每一个厝内的门口的时节，若有看到有血的、有羊的血的，一家人就得救了内面的士大囝袂死了若是经过人的门口，若无有血的内面的人会做士大囝的代表就会死去。所以这个逾越节就是逾越过去，天使逾越过去救了迄家的人对迄个时节开始迄个埃及王才允准规个犹太人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到旷野咧摩西要带因到迦南地，互因伫遐自由的敬拜神。所以这个对逾越节到这个要纪念这个节期的时节算起50日50日就是伫安息日的隔一日就是礼拜日这个叫做逾越节这个逾越节呢叫做初十的节，因为上帝托因这里内面有大丰收生产因的出产的土产大丰收的时节那么因就将迄个来报答上将头生的做得早出生的收成来献托耶和华上帝。那么第一搭呢，因就讲到上帝祝福因大丰收真丰盛，来代表咧主耶稣是伫五旬节五旬节会复活所以伊会复活就是第一粒初熟的果子，初熟的果子初熟起来的果子伊会复活就带入去了这个丰盛荣耀的生命。所以凡是信主的人若信主了后因会保证信徒跟着主耶稣进入了耶稣的丰盛荣耀的地步。所以这个逾越节真有意思。那么教会呢，也是伫这个逾越节开始圣灵降临，所以教会会产生也是对五旬节头一批初熟的果子，就是头一间教会会开始了。那么这个所罗伊讲到当圣灵降临的时节圣经讲亲像一阵的大风吹过。即搭讲到大风咱徛伫本地本国真常有大风台每一摆风台过的时节哇，厝咧摇咯真大声音咯，有诶较烂的厝迄个厝挂去拆去咯所以有一阵大风经过所以这个一大风吹过意思就是代表什么呢？代表圣灵出现降临的出现的情形所以主耶稣伫甲这个伫新约的时节甲尼哥底庙这个法利赛人咧谈道的时节耶稣讲
讲到圣灵的时阵，伊说风啊，随着意思来吹。恁听见风的声音，但是却毋知影对倒落来，要到倒落去。所以凡是对圣灵生的，也是安尼。圣灵伫时来的时阵，咱得救伫时来，伫时去，咱毋知影，目睭袂看，但是会感受到。那么当时初期的教会，第一间教会圣灵降临的时阵佫有一项现象是啥物呢？就是有一鸭，亲像火焰来显现，分开落伫因逐个人的头顶。那火焰，是讲到火焰是代表神的同在。咱知影伫旧约的时阵，神降临伫西奈山顶，要颁布这个10条诫命。迄个时阵，什么情形呢？伊讲，因为耶和华伫火中降伫山顶，山会燃起冲起来。真侪烟呛起来，亲像烧窑一般，变规个山顶大的一伫遐咧震动。那么圣灵降临的时阵，亲像一鸭降临伫每一个人的头顶。这个一鸭是毋是单数，是复数，是 plural form， 所以毋是一个一鸭，是真侪一鸭。伊落伫一个信徒、一个使徒的头顶所以一鸭的原文的意思是啥物呢？是讲话的意思，是乡谈，是方言，就是咱每一个国家有每一个国家的言语方言像本国有伊鲁加诺，有密西亚有邦眼甲邦眼。有真侪语言咱像安尼，所以这个一鸭的原文的意思就是方言，还是讲话语的意思，还是乡谈，就是因本地所讲的话一样。所以当迄个一鸭落伫因的头顶的时阵这个表示每一个人上帝拢有互因这个讲方言的这个文字，这个目睭会看见，耳仔会听到的这个表现这是一百姓的，当教会开始是一百姓的出现，也就是代表这个教会成立的一个仪式，可能这个仪式。到后来就无阁出现即款的情形咯，是一个仪式，是目睭会看见，耳仔会听到，因行神力技术的即款的情形。那有人问这个圣灵的充满，甲圣灵的来自，就是点伫咱内面有啥物无同呢？圣灵会充满圣经讲因就被圣灵充满了。约翰福音20章22节讲，耶稣讲了，向门徒讲了一个话，伊就向因分一口气，就讲：恁受了圣灵了。这是主耶稣讲这句话，是伫主耶稣复活了后。显现互伊的门徒，伊门徒伫归伫一间房，一间厝内面耶稣向伊显现，讲愿恁平安，向因请安了，才讲出来话伊分一口气，就是恁充满了圣灵了，受了圣灵了，所以圣灵就点伫门徒的内面。那么也佫讲到。
头一项咱要讲到是圣灵会点伫咱的内面的意思是啥物啊？就是目的要互信主耶稣的人有一个新的生命。每一个信主的人一个点钟信主，就圣灵来自点伫因内面。点伫因内面真重要，就是代表伊是得救重生有新的生命了。所以加勒太第4章第6节安尼讲：恁既然是做行离，神就找伊的囝耶稣的灵进入到恁的心，呼叫阿爸爸。嗰另外一节敢若讲这个是圣灵来自的时候，要互咱得到这个新的生命。有了这个新的生命咱生命就会改变就有圣灵的果子伫咱的内面。所以咱加勒太书第5章22节、23节讲到有交列圣灵的果子，意思就是这个得救的人有新圣灵点伫伊的内面，生命的改变就有在圣灵的果子，有爱，有吞忍有忍耐，在有慈爱、良善，这交列果子伫因的内面咯。罗马书第8章第9节到第11节安尼讲，伊讲如果神的灵点伫恁的心内，恁就毋是属肉体咯，乃是属灵的、属圣灵的咯。伊讲人若无有基督的灵，就毋是属基督的咯。刷落去11节讲，但是叫耶稣对死来搁活的迄个灵若点伫恁的心内叫耶稣迄个叫基督耶稣对死来搁活的迄个灵，也要借着点伫恁内面的圣灵互恁这个会死的身体要搁活起来。所以有圣灵点伫内面就是属神的、属基督的。有圣灵伫信主的人心内就互咱这个必死的身躯会活起来，就是有永生的意思咯。所以圣灵是互一个人定头生圣灵当咱信主的时阵，伊就点伫咱的内面一旦圣灵点伫咱的内面伊就永远点伫咱的内面，无搁离开咯。所以一摆得救，永远得救，圣灵常常伫咱的心内那么圣灵的充满呢，什么意思？圣灵充满就是这个信主得救的人伊信了耶稣，伊就得救了，有永生伫伊的内面圣灵呢点伫伊的内面但是伊若是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愿意降服伫神的旨意内面将伊家己的生命完全交托给神来管理那么伊的生活有圣灵的带领伊也愿意时时刻刻来顺服圣灵的指示对圣灵真有敏感的心互伊来带领，互伊来感动，互伊来引带这就是圣灵充满的生命咯。这个圣灵充满的人就发人真有效、有效果的来为主做见证，荣耀上帝名。这个人若是信徒，若是过暗占污秽的生活呢，圣灵就袂做工，因为圣灵是圣的伊无爱点伫一个暗占的人的内面。当咱认罪悔改了后圣灵搁再一摆会充满咱的
生命，叫咱的为主做见证，荣耀伊。那么这个圣灵充满伫初期教会时阵会显现表现是啥物呢？当因充满的时阵因就有内面的能力、勇敢的心来为主做见证，并且由圣灵所按照伊圣灵的旨意来使托人无相的文书其中一项就是讲方言，伊来讲方言的这个文书初期教会就是讲到真侪人听，对四面八方的一个犹太人来的时阵，因就听到，所以讲道的人本来都毋是徛伫阮迄个所在，敢若是因了讲阮的方言就是圣灵充满，都有这个文书讲方言但是毋是所有充满的人皆讲方言上帝按照伊的意思按照这个工作的需要，想使互每一个信徒有无相的文书，有的讲方言，有的教导，有的传福音，有的带人信主的，有的管理的各方面的文书为着是要造就教会所以这是无相所以因圣灵的充满，叫圣灵的来自无相第二方面，咱咧讲就是当时天下各国的犹太人对门徒讲方言的反应是啥物所以对全世界各国来的犹太人有的是对罗马来的，有的是对埃及来的，有的是对阿拉伯家来的，有的是对海岛在这边来的，有的是对伫犹太地伫撒玛利亚真侪所在四方犹太人伊徛伫遐真久了，因有家己的方言但是因忽然间听到这个声音，因就感觉真奇怪，自己做这个时阵，就听到在门徒使徒就圣灵充满讲起别国的方言来因就感觉真奇怪了所以圣经怎样讲呢？伊说当时有虔诚的犹太人，对天下各国来点伫耶路撒冷要干来守逾越节，来守五旬节这个声音一出来的时阵众人拢聚集逐个人听见门徒因各人的乡谈就是 local language dialect 有讲因当地的言语因逐个人就感觉真奇怪就讲伊说恁看伊说跩说话的检是加利利人嘛？加利利人因讲的话是阿兰文为什么因会讲咱的话呢？咱逐个人伫世界逐个国家讲咱的方言因都毋捌去着，敢若会讲所以因感觉真摇异咯。那么跩有讲到真侪所在圣经讲到真侪所在四面八方的跩散居分散徛伫外国的，咱亲像咱华侨有的徛伫印尼，有的徛马来西亚，有的徛伫泰国，有的徛伫菲律宾有徛伫美国的，有徛伫 Europe 的即华人华侨徛伫世界各国，因当细汉从细汉就伫遐大汉的，因会晓讲当地的语言所以当时也是即款的情形。犹太人分散伫真侪国家，因来到耶路撒冷要守这逾越节的时阵哎呀，就听起跩门徒圣灵充满咧讲起方言因就感觉真奇怪我算算至少有14款的方言伫迄个当中那么因伫逾越节的时阵就是安息日在耶路撒冷真侪人犹太人行来行去有也是买物件咯要敬拜的代志咯，所以真侪人当圣灵降临的时阵
因就听到在文图伫咧讲因家己的话咧讲道啊，因在文图真兴奋有圣灵充满着力量，充满着能力伊就讲话讲道咯。圣经讲啥物呢？伊讲伊就讲说神的带领的作为咯，甲讲到耶稣基督伊怎样来到世间人将伊钉十字架，后来佫复活，来证明伊是神的囝，耶稣就是神的囝，讲到遮个代志。咱知影正人诶，讲方言有真侪款诶话，咱昨仔就讲，但是遮个话是毋是讲无意思诶话，是有意思诶。你若是属于迄个所在，徛伫迄个所听了因咧讲道，你会明白，这个是真奇妙诶代志所以这方言，所以讲到方言的时阵，所以圣灵降临诶时阵，讲方言的文书的目的是啥物啊？目的就是要向当时聚集伫耶路撒冷的对各国来的遮犹太人做见证，见证耶稣基督所以这个彼得咧向因讲道的时阵，伊讲所以以色列人全家着确实的知影，恁这个钉十字架，将恁钉十字架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伊做主做基督咯。这个什么意思呢？这个基督做主，这个就是伫旧约上帝应允以色列人这个要来拯救以色列，要立国恢复因的国的这位就是弥赛亚所以因初因看毋起主耶稣因为耶稣来是做一个敬人是查西的囝因的想象是说耶稣这个弥赛亚若过来的时阵有真荣耀的情形可能伊是骑着一匹真壮的白马后壁带着这个千万的天使降临要将外国人甲你踢出去来建立这个新的国度。因的盼望是安尼但是主耶稣来是要拯救世间人的灵魂互因将来有盼望来进入一个天国内面去。所以也在文道就是证明安尼所以这就是因讲方言的意义是什么所在。那么这个五旬节因咧讲方言你若叫旧约所发生的一项代志来对比实在真有相反的意义伫遐。你会记得伫旧约创世纪第11章讲到世间人当时的世人要起巴别塔，起真悬，搁要起要搁起一块一个城市个巴别城。那么这个起真悬的一个塔因的目的是要显耀因家己要传扬因的名要控制当时的世人遮世人遮真骄傲的人若是做成这项代志起成这个巴别塔真有权力要来统治当时就犯罪，因为离开神犯罪因遮人若犯罪，结果是会怎样呢？结果上帝搁再会将遮甲伊灭亡亲像挪亚迄个时代但是上帝无爱搁有即款的情形发生，所以就怎样呢？上帝本来因是一款的语言但是变乱因会口音，所以逐个人讲的话无相同讲来讲去，你叫我讲的我袂明白，我叫你讲的你也袂明白，所以因就无机会就相甲同工来做成这个巴别塔咯。顶摆是一款的情形
当当时是要犯罪来抵抗神可能因若继续安尼犯罪咧，因就会灭亡啊。但是现在呢，神却借着五旬节使了方言托在蒙恩得救在使徒同心来赞美神，借着这个方言向在犹太人世界来耶路撒冷犹太人传扬福音。当时是传扬家己的名旧约，但是现在神借着方言来传扬福音，赞美上帝，叫过去旧约的迄个巴别塔无相相反顶摆伫旧约的时阵，神来换做在罪人合力来杀甲起巴别塔甲巴别城。现在呢，伫五旬节的时阵，圣灵降临的时阵，上帝借着在使徒在蒙恩得救的使徒来建立耶稣基督的教会就是这个合一的身体，就是教会。所以真教会个巴别塔的真相反的情形那么，也有另外一般人在犹太人因听到在咧讲方言的时阵就笑因看啦。因本来是袂晓讲阮的话，毋捌起着阮就说，敢若因会晓讲阮袂甚至袂晓听，所以是毋是啉酒醉了呢？啉酒啉醉了呢？所以彼得为着要甲因解释因的错误的观念，彼得伫讲道的时阵向在犹太人讲伊说因在讲方言毋是什么毋是啉酒啉醉了，才讲出来话恁袂晓听，有的人会晓听，但是有的人袂晓听是干啦？因为可能听着别个咧讲的话是别个方言但是大部分的人跟当时的人会晓听因的方言所以当当时这个彼得就出来解释，因为伫旧约有一个先知叫做约尼伊讲预言讲到将来圣灵会降临伫地顶真侪人就会讲方言，真侪人就会讲预言有真侪神力技术要借着因出现起来。那么这12个门徒伫遐就起来讲方言，解释互因听，讲向真侪在犹太人各国来犹太人做见证所以因听到的福音就借着因断口真侪所在去。过来彼得伊就解释什么呢？伊说因跩毋是啉酒，因是这个点钟是什么点钟恁听到跩咧讲过，这个点钟是早起9点早起9点是因头一摆祈祷一日当中头一摆祈祷的时间那伫咧祈祷的时阵以前因袂用去食饭，搁较毋免讲啉酒咯，因袂去啉酒所以因毋是讲啉酒乱讲话，因是互圣灵充满，按照旧约的预言因圣灵充满，搁讲起别国的话后来伊搁会行出神力技术来，这是彼得来向因来解释的意思所以伫这段经文内面伫对第14节到第20节内面到21节内面这段会讲到彼得是头一摆会讲到伊就讲到这个门徒毋是啉酒醉。第二方面伊讲到什么呢？彼得就宣告有真侪神力技术出现，甚至天顶地下有一家什么神力技术的出现，
亲像讲到说伫天顶啊，要显出技术；伫地顶要显出神力，有火有火有烟日头要变乌，月亮要变有火这就是主耶稣降临以前显明的一个真特别的日子来啊，所以叫因着悔改认罪相信主，所以彼得就向因跩来讲到跩情形彼得则个讲伊讲凡若是求过主的名的人，就会得救。所以彼得讲方言，跩门徒12门徒、11个门徒，甲伊咧讲方言，逐个人听着，才会明白佮最后讲到啥物啊？伊说凡若求过主名的人就会得救了。这就是约珥书第2章32节讲说，凡若求过耶和华名的，就的确得救。彼得讲道，因为伫新约的时阵，伊将耶和华伊换做说，凡求过主的名的人就会得救。所以耶和华甲主是同一个意思所以凡若是接受主耶稣的跩做人那求过主的人因会得救。这是信主得救伫新约时代是恩典时代。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讲到，凡伫教会时代、恩典的时代，若也无接受主，但是因主耶稣降临进入到大灾难的时阵，因伫这个7年的大灾难当中，因求过主的名，因也是会得救。所以主互咱一个真大的恩典就是咱信靠主耶稣，咱就会得到赦免食做神的儿女，咱会得到永生。将来有这个权柄，让可能进入到神的国度内面去其他的人，伊若是接受主求过神的名，有可能救因脱离这个大灾难来得救。所以这也是上帝的恩典所以结束的几句话，头一点，兄弟姊妹，你毋知记得马太福音第16章第15节到第19节，有一摆耶稣甲门徒相合做阵的时阵耶稣就问跩门徒伊说你跩其他的人看我耶稣是虾米款的人认得我是谁跩门徒就讲你是先知旧约的先知的一个人有的你可能你是摩西有的人你是施浸约翰但是耶稣佮问恁看我是啥物西门彼得耶稣问说你恁讲我是谁西门彼得第16章16节讲，西门彼得就回答讲，伊说耶稣你是基督弥赛亚，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囝。这句真重要，就是成做一个 foundation， 教会的 foundation。耶稣就对伊讲，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气因为这毋是属血肉的人跟你讲的乃是我伫天顶的爸来指示你讲这句话。讲什么话呢？讲耶稣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囝。这句话就诚做建立教会的 foundation， 一个 rock 大地的絆石。所以第18节讲，我也阁跟你讲你是彼得我要将我的教会建立伫这个絆石顶。这个絆石是这个 foundation， 教会 foundation 是什么是这个大地石头，这个 rock。这个 rock 是什么就是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囝。教会是建立伫这个 foundation 的顶面不是别物，不是任何一个人，就是我耶稣。
将我的教会建立伫即个磐石顶。耶稣说我的教会，毋是其他人，毋是彼得的教会，是耶稣讲是我的教会。所以伊说我要将天国，耶稣搁再讲彼得讲，我要将天国的锁匙要互你。这个锁匙是 plural form keys， 毋是 key， 有落尾一个 s， 毋是一支锁匙，可能是2支3支，主要是2支。为什么呢？因为彼得伫这个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阵，伊代表12个门徒，叫做12个门徒三甲讲道。以圣灵充满讲方言，讲吐出来，拢总是犹太人，全世界的犹太人来到耶路撒冷，来咧敬拜的时阵，来纪念这个过逾越节的时阵，所有人听到我讲道，听到了彼得讲道，因就接受主咯。所以接受主的人就真做教会咯。所以彼得的头一支锁匙是开拓犹太人 Jews。这个世界简单的有2款人一款是犹太人，一款是外邦人，叫做 Gentile。所以这个锁匙头一支是要开拓天国的门，天国的福音，天国的国度，就是教会的福音的门，要开拓谁啊？开拓犹太人。第2支锁匙是上伫圣灵的感动下面彼得和圣灵引带到一个该撒利亚人叫做哥尼流圣灵的引带到因厝来，这是外邦人的家庭，伊有真侪朋友亲人彼得就伫因兜伫咧讲道的时阵圣经安尼讲彼得抑搁咧讲话时阵圣灵降临伫一切听道的人的心顶这有讲圣灵降临。交第二章圣灵降临是啥同的？第45再讲，怀受割咧犹太人甲彼得三甲来的信徒伊看见圣灵，看见目睭会看到圣灵的温素浇灌pouring 伫在外邦人的心顶，伊就真奇怪。所以这搭讲到圣灵浇灌伫因的外邦人的心顶。第3点，伊说因为因看见了讲方言，赞美神的名，因也是讲方言，亲像彼得叫12个门徒迄个时阵同款。第17节，于是所以呢，彼得讲这些人既然受了圣灵，甲咱相同阮伫第2章圣灵降临的，逐个人充满讲方言赞美主因欢喜快乐伫遐甲咱相同，是甲咱相同，是上好互人禁止咱用水甲你洗咧受浸呢。所以这就是彼得第2个锁匙开拓上呢，开拓头一个锁匙开拓犹太人天国的锁匙，开天国的门，还是福音的门还是教会。第2支锁匙向外邦人，包括咱在内有一个情形。所以兄弟姊妹，当时福音的门向出来开，但是现在福音的门也阁向全世界，也阁未听到福音的人。这个责任上帝交托上呢，主耶稣交托你，交托我，将这个大使命 The Great Commission 交托咱每一个人，咱就阁继续将这个大使命继续落去，传福音，一直到主第2摆
降临的日子。兄弟姊妹，咱愿意继续专注主的大使命，成做咱伫即个世上生活的时阵的一个责任，一个特别的工作嘛。三合阿头，上帝啊，多谢你的灵头一摆降临伫耶路撒冷，将即个头一支锁匙向犹太人来开即个福音的门，就是天国的门，也是教会。第二支锁匙向着外邦人，就是包括阮遮毋是犹太人的，有即个机会，咱来比着开即个福音的门，向外邦人来开。咱今仔日，阮今仔日也是属于外邦人，有即个福气来听着福音。今仔日诚做上帝今日诚做得救，有将来的盼望入去天国的内面的。所以阮感谢你，但是主，阮知影伫即个世上，还佫偌济人千千万万的人，也未听到即个福音，甚至咱厝内的人。家庭的人，阮信主了真侪年，也佫偌济人未得救。阮的同事、同工、同学亲人，也佫偌济人未信主哩。求上帝感动阮的心，即个圣灵的力量会赐托阮逐个人，有法人靠着主的力量，靠着圣灵的带领甲感动，来继续来传福音，叫你的名得到荣耀，一直到主佫再来的日子。安尼祈祷，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